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今仔日是上帝予咱的一个真大的福气，也是一个真好的日子，予咱会当来到伊的圣殿来敬拜伊，阿门吗？阿门。所有会当来到伊面前的，拢是上帝特别将伊正手的公义，将伊富足享受予咱的兄弟，拢伫遮。上帝嘛，祝福伫咱的直播顶管，遮敬拜兄弟姊妹，恁的心恁的敬拜，所有一切上帝拢要来欢喜来感纳。这是牧师邀请咱起立，咱起立。哈利路亚！伫圣经有讲，诗篇有讲，愿天欢喜，愿地快乐。你有快乐无？阿门。阿门。上帝嘛，因为咱的儿乐，伊是欢喜的。愿天欢喜，愿地快乐。咱做伙来讲来，愿天欢喜，愿地快乐。咱的宣告拢要成做上帝伫咱心中的祝福。阿门，阿门。这是无需邀请咱来欢迎圣神，欢迎圣神伫你的心中。圣神伊是一个美好的，伊也是一个大有快乐。是，咱做伙来讲，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圣神，你伫这个中间，主，你看见我们用我的心、用我的手、用我的嘴来敬拜你。主，你要赏赐我好亲像一丛树栽伫溪水边，要照时结果子，伊的树叶也无孤单。伊所做的事凡事，拢要顺利行通。主，你也将你医治的快乐进入到伫阮的中间。当阮敬拜，当阮娱乐的时，阮的心就充满对主来的喜乐甲平安。哈利路亚！这个时，咱要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咱三甲来祈祷来，请。我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你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阿门。哈利路亚！今仔日早起将咱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软弱，拢交托予咱的上帝，因为伫伊内底无有难成的事。阿门。阿门。咱做伙来较欢喜的心，来献出咱的娱乐。我在天的星星，会当移山高到海，相信主的应允，会当跨过困难，信心的祈祷，主拢会听。
因为这是上帝予咱的应允。阿门。做伙用那个咱的欢喜的心，继续来敬拜阿罗咱的上帝。世界是要落，家在我扶主耶稣，你是你是抓我，是阮救我到引我，主啊抓我，经过风雨甲暗雾。拍开咱的心，互上帝的信心运行伫咱的这圣殿内底。因为遮有自由，遮有意志，遮有愿望，遮有平安。阿门。咱搁较济来敬拜咱的上帝，献上咱至悬的敬拜予伊。敬拜乌落的声音，对悬悬的山到海甲天边，上帝行你手
一束新的光，上帝要这新的事，旧的代志已经过去，基督来临，一切拢要完成。新的眼光，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拢要靠我喊我，荣耀的主，万里高明，天门大开，阮的丰富充满，主的国度荣耀显明，全地拢要靠我喊我，荣耀的主，万里高明，新时印刷，看见新的意象，你我的条件你要做新的事。上帝要做新的事，伫咱的每一个人的面内底。敬拜黑落的声音，对宽宽的山到海甲天边，上帝听你就一束新的光，上帝要这新的事，旧的代志已经过去。基督来临，一切拢要完成。新的眼光，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我们扬起咱的双手，全地拢要靠我喊我，荣耀的主，万里高明，天门打开，阮的丰富充满，主的国度荣耀显明，全地拢要靠我喊我，荣耀的主，万里高明，新时印刷，看见新的意象，你我的中间你要做新的事，全地拢要靠我喊我，荣耀的主，万里高明，天门大开，阮的丰富都要充满，主的国度荣耀显明，全地咱拢要来较无要喊话。喊我，荣耀的主，万主的里心高伫咱的中间，新时印刷，看见新的意象，你我的中间你要做新的事。全面拢要较无要喊话，因为咱知咱的上帝所信的上帝是做新事的上帝，阿免。阿门。伊的新事嘛要做伫你的身上，毋管是伫你的病痛，是伫你的关系，或者是你家己的个性情绪的顶悬，或者是你对经济的烦恼，上帝伊讲，伊要做新事伫你的身上，就是要有新的稳定要留落伫咱的家庭内面，阿免。阿门。你的心若喊话，
若较无信心，就讲我将这新的稳定，拢要留落伫你的身上，留落伫你的家庭，留落伫你的身躯顶悬。阿门。阿门。咱是偌尼有大福气的兄弟姊妹，咱这时咱要为着咱的后礼拜，咱的儿童因的宴会来祈祷，求上帝来大大帮助，互咱的细囝伫这个世代会当来认耶稣基督做因的救主。阿门吗？阿门。互咱的细囝，上帝特别祝福永光教会的细囝，互因真做是一个知影要怎样来友好父母，甲父母沟通的细囝。阿门吗？阿门。互因知影，因礼拜日的时间，因的性命就是为着耶稣基督来活。阿门吗？阿门。是来兄弟，咱真正逼切，因为咱看见后来一代整个的世代世界的变化，咱的后一代咱拢无法度把握，因会变怎样？总是咱的上帝会当为着咱来把握咱的后一代无？阿门。咱举起咱的手，当咱为着儿童祈祷的时阵，相时你嘛是咧为着你的后代祈祷，也未出世的孙仔，你嘛是为着咧伊祈，为着伊祈祷。咱为着咱后礼拜，咱的儿童的暑期的宴会，咱大家来祈祷，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俄勒主，主跟我真正有关俄勒，主啊，我暂时也要继续这工作的时代，主啊，你将我的世界交到我，主啊，你要收拾我的下一代。讲，阮就爱活当做世囝的优秀，因为天国是属于因的。主啊，阮为着阮的永光教会，才会儿童营。主啊，有50位的世囝来到伫这个宴会。主伫这个地面上，唔拿40个，唔拿50个，还佫有最的囡仔，因唔捌听过耶稣基督。主啊，还有最的细囝，因伫一个破裂的家庭内面。主啊，阮恳求你来听阮的祈祷，互这个世界是上帝你赏赐，互人会当有对上帝来得到的这个囝儿后代。主，互因会当伫这个世代来认捌耶稣，成做因一生活命的救主。主啊，阮知只有你会当挽回这个世界的灵魂。主，阮伫这届宴会，阮就是要挽回这个世界的灵魂。互因会当伫这个世代，互因知因是宝贵的，互因知因毋是父母所弃杀的。虽然有真侪单亲的囡仔，主，阮看见因无老爸、无老母，老爸老母离婚，直到这个囝心内受到最的伤害，因嘛感觉疼无够，所以细囝一直个性一直变。主啊，即马正做社会一个真大的问题。阮求主你来帮助，特别互阮伫宴会内面，圣神你大做工，互这个细囝会当透过诗歌、透过圣经，互因知有这位伟大的上帝，主耶稣基督要正做因的主，因永远拢毋是孤离，因永远拢无孤单。主，你互阮的老师，互因在陪伴用这侪时间陪伴的时，你要祝福伫老师的心上，搁互因有智慧来培养这个细囝。这个世界要伫这个世代，成做上帝你的子民，成做永光教会精兵。主啊，阮感谢俄勒你，因为你是听祈祷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坐回来。
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请坐。即时，请咱三甲来恭受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哈巴谷书第3章第2节到第4节、16节到19节，咱做阵来读。请上主啊，我听到你的名声，甲你所做就惊吓。上主啊，求你伫阮的世代。互阮阁看见你伟大的作为，伫你大受气的时，求你袂记伫怜悯阮。上帝对天万来，神圣的上帝对巴兰山落来，伊的阳光看满天，称赞伊的声充满全地，伊的灿烂亲像日光，伊的手掌握快力。对遐射出死呐！我一个听到，规身躯皮皮喘，迄个声，互我的喙唇硬准，骨头锁起，脚徛袂牢。我简单会当点点啊听候，攻击阮的人，拄着灾难会日来临。虽然无发果子，无布衣，葡萄树无结果子。橄榄树无收成，田园无出五谷，寮内无半只羊，牛寮嘛无牛。我犹久袂因为上主来欢喜，因为救我的上帝来快乐。至悬的上主是我的气力，伊互我的脚亲像落母狗走，互我所在骹步安稳。交予圣乐长用弦乐伴奏。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话成做咱生命的帮助。即时，咱要请本堂周牧师，伊要来正道。伊今仔日的题目是信靠信息不变的上帝，信靠信息不变的上帝，请。哈利路亚！咱感谢主咱看见咱的书展执事一用心来底准备要读这段经文，真正无简单虽然已经搁翻搁较白的台语总是嘛是有这个困难度的存在感谢主！咱看至即马新的翻译的内面，有甲过去咱翻译做耶和华，即马甲改做上主因为过去有一款以色列人、犹太人有一款的观念，就是对上帝的名袂当直接称呼所以过去就无切断迄个母音的部分只要就囝音后来研究了，就甲伊恢复可能称作耶和华，所以咱就会称伊叫做耶和华上帝。这是咱所信伫旧约的时阵上帝的名总是后来伫翻译的时阵，有人感觉讲爱复倒，亲像以色列人对耶和华上帝的尊敬迄款的态度所以就对耶和华即马新的翻译本就改做上主安尼大概有即个情形，互咱了解。当然咱第一堂的则较资深的咱基督徒习惯过去咱长老教会的台语圣经，也是讲罗马语圣经，咱拢读做耶和华上帝即马改做上主嘛拢会使拢会使所以多多淑珍执事在甲我问讲是要读做信靠信息不变的上主，还是上帝我甲讲甲上帝会使，大家可能较习惯无论安怎，伫即个信仰的内面，咱就是安尼不断去敲吹去经历互即个信仰会当更较落实伫咱的生活内面也嘛透过不断安尼来调整帮助。互咱对初信到信的过程内面对上帝话语会当愈深刻来了解，这对咱来讲是一件好的事嘛是会当看见伫
教会历史的过程内面，就是需要不断调整，连上帝的话语要互咱更较清晰来了解，都拢需要重新去翻译。所以咱就知伫教会内面，咱就是有这样大的挑战，嘛是伫即个变迁的中间，咱找找真理，即个心是不变的，总是嘛透过无共款的方式，在展现咱即世代对信靠耶和华上帝，也是信靠上主上帝的即款的心意，拢是通得到肯定的。真感谢主！好，这时阵咱做伙举起咱的正手，咱来宣告来。永光教会是归属上帝，活出基督，活靠圣神，充满荣耀甲能力的教会。阮的确要成全圣徒，活出明灯，力行普世宣教的异象，互主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阿门。这是咱对上帝所领受永光教会，互咱的异象甲使命，咱逐日为着这个来祈祷。我相信上帝的灵就会愈来愈明显地引带咱伫头前的脚步内面。今仔日这段经文，咱会当好好来思考，伫信仰甲生活内面，咱有面对冲突的时阵，到底咱要安怎会当稳固伫上帝的内面，这是非常重要。甲咱每一个人，可能伫每一日的经历内面，拢有直接的关系所以牧师先来甲咱提一个概念，就是咱在讲本能人有家己的本能动物有伊家己的本能这是伫上帝创造内面，就已经形塑互无共款的动物，伊有该有的本能，通互伊伫即个受造的世界内面，会当传宗接代哇！台语像个无啥在讲有亏欠咱第一场的有这个本能会当来产生所以这个本能的意思是啥物？这个就是包括讲，这个对先天来的一寡的能力的反应也是伫行为上，也是伫思想的顶面，伫情感的顶面，拢有一寡的本能。这对动物界内面，咱拢会当看见甚至是植物界，咱嘛会当看见这真特别。所以咱看咱去到伫世界无共款的国度的时阵，气候的无共款，就有无共款的动物伫迄搭遐，无共款的植物伫迄搭遐，总是因拢在讲上帝奇妙的作为。就是透过环境的无共款，上帝互因适应伫迄个环境，伫别个环境可能因较无法度适应，总是上帝就是互因有一款的特定的本能，这是真特别的一件代志所以若是讲到即款的动物的本能，还是讲植物的本能，这就毋是用学习来的嘛毋是讲继承会当来，毋是这完全是安那是。伫受造的过程内面，上帝创造互伊的、形塑互伊的即款的本质本能所以袂因为环境还是讲人会甲伊移动就无法就互伊失去即个本能，袂，足特别的一件代志那安尼，咱会当来思考无？恁感觉囡仔出世了，差不多几岁开始学行路？会话，对吧？志云老师，恁囝几岁会记住无？上介近的就会话，11个月11个月呢11个月伊在学行路的时阵，咱想是大人甲伊教讲爱安怎行安怎行，伊较会晓行，还是讲你无甲教，伊嘛会行？恁认为咧？囡仔行路会起来行路，迄是伊的本能，还是透过学习来得到的？这是本能真特别咱看囡仔，对，我阿伦出世无偌久是讲伊还未冰心的对无就袂要紧伫即个床沿边两边就拢甲放枕头对无？应该袂冰袂过吧？有一个就让我摔落去呢。
嘿，迄心偌疼，你敢知？吼，安那也无教伊变，伊会晓自动变，迄就是伊的本领。吼，出世了后，伊就开始慢慢家己会变心，会变心。所以咱在讲，囡仔嘛爱细语吼，对，拍个困是真好，读较水吼。毋过你是讲伊会阵啊自习无？护士甲你讲无啦，迄伊的本领，伊会家己去调角度，吼，你免烦恼伊啦，吼，因为迄是伊的本领。然后翻身了，慢慢就会想要爬起来坐，吼，慢慢就会行路呢，真特别路。所以这是上帝创造人类的时阵，互人类的一个本领。这毋是许大人甲教较会，许大人话无用教，敢有可能教囡仔行路？毋着这囡仔永远都袂行路吗？对吧？哈，所以咱看，这是上帝创造咱人真特别的哦。上帝互咱人会当徛伫在，举起双手，这是所有的动物内面，干咱人会当安尼尔，而且会当长时间举起双手来学了主上帝，表达咱拢是对上帝所创造的，是对上帝来的。阿门。所以这就是本领内面会当互咱看见的。咱看蝴蝶，伊在找对象的时阵哈，伊就会跳舞呢，迄是伊的本领，你知无？真特别咯。在采蜜的时阵，伊会跳舞，无本来是安尼飞对无？在采蜜伊就会跳舞，会跳舞，这拢是上帝予伊的本领。吼，这个啥海龟，吼，伊会真主动，看到水落海，伊就会自动落海，这是伊的本领，毋免甲教。伊就是为着安尼，上帝予伊会当生存落去，这是对上帝而来的。那安尼，咱要想，信心是咱的本领，还是学习来？哈？这个地方就较特别对无？哈？信心是咱的本领，还是咱学习来？这会当好好思考哦。吼，有的人咱拢着靠家己讲。我有够个信心，吼对。无论是安怎，咱来求上帝帮助咱，伫咱的生活内面，咱彼此有迄个信任，这是真重要。我要讲，迄个信心啊，是上帝予人的本领呢。是安怎讲？你看囡仔出世的时阵，若是爸母甲伊抱，吼甲伊喊，伊会骂好无？袂，大部分拢会足欢喜的。因为伊安心，知影讲妈妈、爸爸会甲抱牢咧，要互伊摔落去。今仔日若是别人要甲抱，伊也要互伊喊，伊安那大声吼，因为安那伊感觉紧张，伊感觉这个人毋是我的爸爸妈妈，可能无法度甲我保护，也是会忽略我。这嘛是一种的本领。所以对遮来看，上帝想创造人的时阵，有互人有一个本领，就是信心呢。总是伫即搭遮，咱会当看见上帝应允咱受造的人，是会当享受对伊来真实的平安、喜乐、百般的福气。这拢是对上帝应允来哦，互咱有信心，知影讲我是归属耶和华上帝。总是为什么真济特别基督徒面对着挑战困境的时阵，伊会失去信心，伊会怎啊软弱落来，伊会怎啊安尼真惊吓不安，是因为安那有另外一个势力介入伫人的中间。这个势力就是撒旦，伫遐在欺骗咱，伫遐甲咱洗弄，互人因为怀疑，咱就失去迄个信心的本领。所以信心应该就是上帝想创造的时阵，就已经互人的。所以咱看伫上帝创造的爱甸乐园内面。亚当夏娃甲上帝关系真清楚、健康的时阵，因袂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啊，袂感受因是赤身裸体啊。总是当因背逆上帝，听撒旦的声音了，咱看因要亲像撒旦所讲的，最少我有迄个知识，有迄个智慧，亲像上帝一般样，就伫安尼陷落伫罪的中间的时阵。迄个信心就失落去，对上帝就产生了怀疑。兄弟姊妹，咱这会当好好来思考，帮助咱
求上帝，互咱会当真清楚，伫咱的信心，咱需要复倒转来，毋是靠家己加添信心，咱就爱甲上帝求讲，上帝啊，加添阮信心，因为阮的信心是不足，是无够的。所以耶稣甲伊的门徒讲啥物？小信的人啊，伊毋是讲恁拢无信哦，毋是，伊讲恁是小信的人。恁叫求爸互复倒，将伊创造互咱迄个信心恢复倒转来，这是你我伫信仰内面会当好好来思考的一件代志。所以感谢主，透过今仔的经文，咱来看先知哈巴谷，伊面对着国家的即个处境的时阵，伊怎样去哀求叫上帝，然后伊重新来看见伫信仰内面，上帝互伊看见的美妙，这是真重要的。好，咱看哈巴谷先知，伊发现讲，为什么国家会陷入即款的处境内面？因为伊知影上帝的百姓偏离了正路，去拜别的偶像。所以，伊看见上帝啊，这百姓安尼，你敢毋免安那？毋免甲伊责罚一个吗？甲伊教死一个吗？互因知影讲因毋对嘛？亲像上帝徛伫镜仔在看，拢无要插因的一半样。这是先知哈巴谷伫以色列人的处境内面，伊伫迄只遐感受着讲，这个公义的上帝到底伫倒落？上帝啊，歹人安尼行。安尼反省，你是倒落？牧师敢若前个月就有互迄毋是基督徒的去公布我们办代志的时阵，因就甲牧师问即个问题吼，讲即马道德的正义伫倒落？恁宗教人，你是要安怎面对？我讲就是因为道德沦陷，更较需要教会，更较需要教会重新唤起大家，重新恢复，互即个道德伦理、上帝国的伦理会当实行，这确实会当复到社会安定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溃烂的力量，敢毋是？嘿，伊就感觉安尼是有理的吼。嘿，兄弟姊妹。咱看先知哈巴谷，伊面对这个处境的时阵，伊是安怎来问上帝？然后咱会当看见上帝安怎甲回应，讲我要差派巴比伦，来执行这个刑罚啦。哇！上帝甲伊恢复这个代志的时阵啊，伊安那更较扑跳。哇！先知哈巴谷。更较毋甘愿咯，伊安怎毋甘愿？伊讲阮犹大国虽然偏离正路，总比巴比伦的人较好啊，敢毋是？上帝啊，公义的上帝，你为什么用阮迄个更较歹的人来刑罚即个犯罪的人？上帝啊，到底是安怎？哇！咱看上帝面对上帝的时阵，咱有一寡不平。不安、怀疑，其实咱拢会当勇敢来面对伊。咱对所信的对教会正这个代志有无了解，咱拢会当问，这是拢无问题。因为上帝爱咱，透过毋信到怀疑到信这个过程内面，通互咱更较知影，咱的上帝是信实、是仁爱、是公义的上帝。所以伫即大家。上帝安怎甲回答？上帝搁一摆甲回应哈巴谷先知的怀疑。伊讲巴比伦安怎因着上帝要兴起巴比伦来处罚犹大国，总是巴比伦最后伊有缘会遭受上帝的刑罚。有影伫历史内面，咱就知影对亚述、巴比伦对。这个拢是攻击上帝的国度百姓的，后来因拢一阶段一阶段就来消灭。无论安怎，咱对这会当求上帝帮助咱。上帝最后伫这个经文内面，
就即个箴言中间，伊有来回应，讲上帝应允伫大患难的中间，只有义人因信会当得到活。阿门。义人因信得到活，哇！即个真理啊，就对于哈巴谷先知所领受，对上帝所领受，就开始传承落去。到伫新约，咱就更较知影，保罗更较清楚，将即个真理来阐明，互所有的教会知影。所以咱到现在，咱就拢知影，咱受拣选、受疼惜、受上帝的保护，不在伫我做偌济好事，毋是，乃是因为出于我相信这位上帝，伊是信实无改变的上帝，我就信靠伊，就因为安尼，上帝就称咱做义。阿门。所以因信称义，就对旧约的这点开始，就开始传承落来，到伫新约。现在咱都因为安尼来深信，咱所留的毋是以色列人的血脉，总是咱伫属灵的血脉内面，咱是真的以色列人。阿门。这就是通互咱深信的。所以当先知经历到甲上帝的对话了后，咱就看见，伊就伫迄在遐来学了讲：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惊吓。耶和华，求你伫即个年间中间复兴你的作为，伫这个年间显明出来。伫发受气的时阵，用怜悯做你的意念。阿门。是当哈巴谷先知体会到耶和华上帝，伊毋是无在管顾伊的百姓，伊是要爱伊的百姓偏离正路的时阵，来因为受到刑罚，倒转来到伫正路，通继续领受对上帝来的祝福。所以伫伊发受气的时阵，先知就求上帝啊，求你用怜悯做你的意念。兄弟姊妹，怜悯这是咱伫生活内面，咱拢爱所求的。因为事实伫咱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间，咱常常会得罪上帝，得罪人。总是每一届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阵，咱拢知影，伊是慈爱佮怜悯的上帝。因为伊疼咱，就怜悯咱；因为伊疼咱，就搁一摆饶赦咱。迄个怜悯的意思就是，搁一摆互你机会，搁一摆互你机会。阿门。咱需要上帝的怜悯，因为咱是无完全的人，所以求上帝帮助咱。每一届，咱拢有一个不变的态度，就是主啊，求你怜悯我。无论我做偌济是上帝所欢喜的，成就偌济上帝的工，总是若是到主的面前的时阵，咱只有讲主啊，求你怜悯。我所做的无完全，总是伫你内面，你要成就这个，诚做完全，诚做教会，诚做世界，诚做国家的祝福。这是你我对服侍上帝的时阵，咱应该尽的一个不变的一个态度。咱看有一种的动物，细细动物叫做蜂鸟。这蜂鸟吼，细只尔，差不多6公分左右。有当时咱伫花丛内面会去拄着，伊为着要采蜜的时阵呐，伊的舌仔为着要，互伊的身躯会当稳固，伫迄搭遐来采蜜，大概1秒钟啊，伊的舌仔爱撇50到70下啦，有紧无？所以无论你的相机偌内，你翕蜂鸟出来，舌仔拢看无的，拢无的，因为伊的速度伤足紧的吼。总是因为安尼，伊的寿命大概4年久，大概4年久。有当时看到蜂鸟嘛真趣味吼。我会去甲分别哇，特别你若去阳明山的时阵，你若去有火的所在，有当时看会到哦，佮另外一种动物叫做信天翁伊大概是90公分，若舌仔挺起来的时阵，会当到3.5公尺哦，哇，这是一个真大的一个上界大的鸟啊啦！拄我讲的蜂鸟是上界细的鸟啊，这上界大的鸟啊，伊大概会当活
50年，动物咯，啊若为寿命较长，会当活到80年，吼这是真特别。毋过伊有一个足特别的，会当互咱去思考的，就是伊啊，每一届若是有强风，还是甚至是风台来时阵啊，伊拢会安尼逆风而上吼。拢咧飞到是迄个风台的顶面上悬的所在，然后呢，伊就顺迄个风台的势的气流哦，就毋免飞，时啊天开就好，就安尼一直飞，一直飞，飞到有够远的所在，有够远的所在，这足特别的吼。我看鹰鸟拢有即款的特性，吼。无说一届伫较宽的所在，就看即只鹰鸟，迄风足透的吼。伫河边安尼逆风一直旋，一直旋，伊一直旋吼，毋是落来哦，是一直旋，一直起，一直起，一直起，看到无了后，然后伊完全无震动，是啦扭咧，就一直飞，有够远的，飞到看袂到，吼。圣天王有一款的迄种，所以伊伫飞的即个航处啊，所用的能力啊，伊家己出家己的力的，只有2%是用家己的力。98%拢是靠着风来帮助伊，兄弟姊妹，伫咱的信仰内面，咱求上帝帮助咱。风若对于咱伫新约内面，甚至是旧约内面，迄个有表示啥物？风有表示啥物？圣神对无？对无？圣神伫使徒行传第2章的时阵，对无？伫五旬节的时阵。亲像有一阵风来，有无？迄有表圣神的降临，圣神的充满，咱就求上帝帮助咱。伫咱的一生的即个努力的过程，你出偌济力，你用偌济家己的力伫遐伫拍拼，你是蜂鸟还是信天翁？这完全无共款的阶层哦，无共款的领域。咱就求上帝帮助咱，信靠伊的人，咱是真正信靠，毋是干那明白尔就爱信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代志。所以信天王人就安尼甲翻译，就是相信上天的老人啦。阿门。哇！所以因为伊会当活足久嘛，蜂鸟活4年尔，伊会当活到80岁，所以相信上帝的老人，信天王，咱就求上帝帮助咱永光教会每一个拢是安那相信上帝，佮活了真久，阿门。活了有健康，活了充满喜乐，活了真济的祝福，会当后代看见咱所留的是对上帝来的信仰，所互因的是信仰的徛在这款属灵的资产，然后上帝嘛要加添咱的后辈。互因无论伫信仰的资产，伫世上的即个资产，拢会当比咱更加加倍来领受。阿门。这是咱所相信的哦。所以我会当飞愈悬，活得愈久。我是信天王。阿门。来，家己来宣告一下吼。我会当飞得愈悬，活得愈久。我是信天王。来，阿门。爱宣告呢。这伫科学最近的研究内面啊，讲伫宗教信仰内面，迄个宣告是非常重要。当我读到这个资料时，阿门，感谢主，因为咱教会是这2当就一直在教咱宣告，对无？伊讲这个就是会当去支取这个啥灵界内面的能力落来哦。这是事实咯。哇！即摆有人在研究这个部分哦，所以宣告这个物件，我相信是你我会当得到上帝祝福真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咱对这来看，圣经1、2有了。再闪哈，1、2、3，有啊。我即马甲设定一个红红的，我这就看会到。
拄我就是讯号走去吼，所以就无去，有就闪烁闪烁。即摆我就看会到讲，有没有连到线？这是会当帮助牧师会当去了解即个物件吼。好，先知哈巴谷伊安尼讲：虽然无花果树无发芽，葡萄树也无结果子，橄榄树嘛无效力，田园无出粮食，寮内无羊，房内嘛无有牛。伊在讲一个虽然是安怎？伊在讲虽然的时阵，亲像一个形容词，对无？总是牧师去看原来希伯来文的意思，毋是写虽然呢。原来希伯来文的起，即个虽然伊读起原来即个起是因为呢，毋是虽然哦。咱在读即段经文的时阵，若用虽然，咱就会感觉讲，安尼迄是一个形容词尔，对无？毋过伊若改翻译做因为，哇，迄就无共款咯。迄个因为的意思是啥物？就是实况啦，事实就是安尼啦，毋是在讲虽然啦，是伫实况内面，因所面对的就是安尼。因为橄榄树互错掉去啊，葡萄树嘛无伊啊，要用植物这果子拢无去啊，连田园嘛安那，拢互对敌吞达，拢无法度收成啊。羊牛拢无去啊，拢互这求收拢总抢去啊。虽然，迄毋是虽然，伊讲因为这个拢无去啊，因为这个拢无去啊。这是一个实况，所以咱对这会当看见，先知哈巴谷看见犹大国，伊的国家面对着一个极大妖恶的一个状况内面。这毋是上帝赏赐老年甲老灭的地吗？为什么会到这个处境？就是因为因偏离真理，偏离正路。上帝兴起巴比伦来刑罚伊的一个结果。总是虽然是安尼，咱看最后伊是安尼讲，总是我要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因为救我的上帝来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伊互我的脚亲像鹿母，也互我稳行伫悬的所在。兄弟姊妹，对遮咱会当看见，对虽然到总是，这是一个过程。对虽然。因为总是在讲，互咱看见一个对虽然也是因为的绝望中间，互咱看见总是抑个毋望，敢毋是？这就是先知所看见、所领受，因为伊知，这位上帝是信实无改变的上帝，伊一定听伊的百姓听到底，伊最后一定会拯救伊的百姓。这是先知徛伫上帝的面前，对上帝领受，也是对伊的百姓宣告的一个愿望。这个宣告就表示讲，上帝有缘看顾因，上帝有缘甲因同在。兄弟姊妹，咱求上帝帮助咱。保罗伊嘛安尼宣告，讲咱知影，咱明白，咱知万事拢道来，对无？叫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就是照着伊旨意受调的人。凡事拢道来，兄弟姊妹，凡事拢道来。对，咱面对着受攻击，也是不安，也是这个病痛、软弱，也是真济的操烦的过程内面，咱拢真紧太紧，总是。保罗甲咱讲，凡事道来，咱着用心听候。当你用心听候的时阵，你就知影，咱的上帝有缘甲咱同在。伊用怜悯做出发点，伫咱的头前，在为咱排解一切。咱就深信，这就是我所信的上帝。若无，你会感觉讲，上帝啊，你伫倒落？上帝啊，你哪会无插我？因为你着急，你就无法度安心、静心来看见上帝的作为。
兄弟姊妹，这是你我咱拢爱学习的一个过程。愿上帝互咱有一款的相信，虽然有目屎，总是有耶稣，对无？阿门。咱做伙来宣告来，虽然有目屎，总是有耶稣，阿门。是，这是先知互咱的一个真重要的真理。虽然是安怎，总是伫我心内面，我知影，迄个伫我内面的，比伫这个世界更较大，阿门。所以我内面安定，我会当面对任何的挑战。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有一本册叫做《三过幽谷》，这个是一个宣教师斯德芬宣教士的一个见证集，伊是美国人。伫这个见证内面，伊讲伊有遭遇三摆的一个死荫的山谷，死荫的山谷。第一个就是安怎？第一个就是伫伊的囝丹尼拄出世2岁了后，就诊断出急性的淋巴细胞就是白血球症就对了。然后伊知影伊的囝2岁安尼。就毋甘伊去陪伴伊，甲伊吟诗祈祷，总是后来无偌久，伊就过往。伊的大汉后生，迄个过往的日期就1955年，这是伊第一个经历的死荫的山谷。伫伊的册内面，伊讲第二个死荫的山谷是啥物？就是伊甲伊的先生，后来伊的先生热心服侍。就成做牧师，专职在服侍。伫迄个过程内面，9年的过程内面，伊的第2后生嘛出来，伊的查某囝嘛出来，像迄全家拢真和乐，真拍拼服侍，真喜乐在过因的家庭甲教会生活。总是到伫1963年的时阵，伊的翁汉利牧师生着淋巴癌。毋过，伫淋巴癌的这个过程内面，因无安尼从哪摕落来哦，因搁较努力在做海外的宣教的工作，甚至有2届来到台湾，然后伊嘛伫北美、南美，亚洲伫遮拢在做海外宣教。总是到1963年的时阵，伊的先生就来过往去。这是伊第2届经历死荫的山谷。第3届是8年后，就是1972年，伊17岁的第2后生李昂，15岁的祖囝罗娜，伫一场的车祸内面，2个拢过往去。这对老母来讲，心好顶会痛。翁无去，3个囝拢过身去。总是伫这个过程内面，有缘牵调上帝，后来，伊就做一个宣教师，去到海外各所在继续传福音。伫伊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内面，伊有感受到深深的感受。虽然遐流遐侪目屎，祈祷遐久，总是伊最后伊的感受是安怎？讲我现在会当看出上帝用生命中的死荫的山谷，甲观领因带我会当来挖靠伊，伊将迄个真做万国福分的影响力赏赐互我。因为伊每一到去到遐，伊就将伊的生命故事讲一摆。每一届有真侪人真感动，因真侪人的境遇无比伊较歹，总是拢陷落伫失望、绝望的过程内面。就因为伊的见证得到调往，得到活起来，重新看见伊的生命的价值，就是安尼。伊讲：上帝啊，多谢你！虽然我这过程内面，对结婚了，第一个种子2岁过往，9年了，先生过往，搁8年了。2个囡仔车祸同时过往，伊讲这个，伊有缘用感恩的心来多谢上帝，因为伊知影这个一切拢伫上帝的手中。兄弟姊妹，咱就求上帝帮助咱。原来死荫的山谷，甲观领，
有缘会当成做见证。阿门。这是你我伫信仰内面，咱拢会当看见的。死荫的山谷甲悬岭，拢会当成做咱见证上帝甲咱同在上界水的一个故事。愿上帝互咱会当明白了解，凡事咱拢抓耶稣基督做中心。阿门。咱深信经牛好歹是主所定。阿门。会晓唱无？经牛好歹是主所定，上帝在照顾你，拄着危险拢免惊，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逐日在顾。逐日带路，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对于我的妈妈要过往的前几年，若有机会转去南部看伊，总是用这条诗歌来甲伊做伙唱，伊拢是会当真欢喜来唱。虽然后来音袂介准啊，对无？拍嘛会走去，会当对这条歌跳对别条歌去，总是我心拢真感动，因为伊留互我是上水的信仰。阿门。所以咱感谢主，互咱无论什么款的境遇，咱拢深信伊是信实不变的上帝。阿门。特别甲咱讲，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腿、你的拐，拢安慰我。阿门。感谢主，互咱有这位主通好课，所以咱就爱相信。我相信上帝是信实的上帝。阿门。咱做伙来宣告来。我相信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搁一摆来，我相信上帝是信实的上帝。阿门。感谢主，互咱有一款会领受。阿门。你有领受无？阿门。用这款的领受来继续行咱的生活每一个脚步，这是值得上帝所祝福的百姓。来，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句来。主耶和华是我的快乐，伊互我的脚亲像落母，佮互我行伫我悬的所在。哈巴谷书3章19节来。主耶和华是我的快乐。伊互我的脚亲像落母，佮互我行伫我悬的所在。哈巴谷书3章19节，搁一摆要来。主耶和华是我的快乐，伊互我的脚亲像落母，佮互我行伫我悬的所在。哈巴谷书3章19节，是上帝是享受咱快乐的，当伊互咱快乐的时阵。咱就亲像迄个落母一般样，哇！你看迄落我在走有够紧，有无？咱是对袂着的哦，哇！伊后骹是足有力的，咱就看见上帝。这个先知诗人，因会当用安尼来形容，互咱更加去深深体会，真正是一个真水的一个信仰。愿上帝帮助咱。好，这时阵咱起立，咱来吟一条诗歌。心是袂捌看见，犹原仰望世界。心是完全交托，我主掌管一切。心是袂捌看见。仰望世界，心是完全交托，何主掌管一切？我可受是我快乐的，万事我拢会，吉福
是袂捌看见，永远仰望世界，心是完全交托。何处将我一切？我可受是我归来的，万事我拢为天空迎过山谷，主平安伫我心我可受是我归来的，万事我拢为行伫主的心意，我万事拢做。学生温度来到主的面前，甲主讲：我的信心无够，求你加添我。虽然伫主耶稣看来，咱是小信的人，总是上帝愿意福到咱的信心，因为伫创造内面，伊就将这个信心赏赐予咱，所以咱爱相信上帝愿意，互咱靠着伊会当赢过一切。好无，咱开声来祈祷。求上帝加添我的信心，求上帝看见我会当有气力赢过任何处境甲艰难。咱开声来祈祷，阿门。主多谢你，哈利路亚。主多谢你，多谢你，有你通我过，我的心是安定。你通我过，万灾万事拢会，因为我是靠着我的心是我气力来成万事。多谢你，我当。福到你所统的这个信心，我的信心，我都无惊惊，愿知愿有你，愿是当赢过一切。多谢你，多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可受是我归来的，咱举起咱的手来唱过来。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嘛是信心的行动，请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主是阮做阵，欠比领受我命转弯，信心感化，会体开朗，有到主的信心所完，甘心乐意心意。所有拢属你，
众请坐。即时咱要请本堂的教务处来事工分享，请。姊妹，咱来关心咱教会的事工。哦，好来，咱先来看这个影片哈。哇！撼动星球。哇！少年的就是少年的对无？哈、透过这真侪活动，他会当互因伫遐来去经历团体的互动，彼此来建立伫信仰内面有真水的学习。无共款的工作坊来互因学习有舞蹈、有戏剧有这等等其他的新媒体的部分拢会当互这青少年分组因会当去展现上帝伫因顶面的恩赐，所以这是感觉一个真值得咱鼓励互咱的少年的一代会当伫信仰内面透过因的模式来更较经历吼。这是明年哦，明年的时间嘛已经定起来，7月初3到7月初5，咱明年期待，今年是有105个，咱明年期待有200人哦，吼，这是咱的青年的活动，当然是为着要互经费会当更较节省，所以这个音响、乐器、灯光拢咱家己处理吼。因为你若外包出去，大概以咱的这个规格，大概20万到30万，包括布置，拢是咱这青少年家己用的吼。其他的教会来看见，咱的教会的这款的场面这款的设计，因拢感觉哇，太不可思议了！恁家己来吼，特别浸信会、联会，因嘛相共，拢有伫遐办活动，因敢若这物件。设备开50万以上，总是咱教会，就是因为有这人才，这青少年愿意学习，牧师就慢慢教因，要安怎有线，要安怎控制这物件，论安那因拢有因的专长，阮就牧家会当安尼来慢慢分赐，或者青少年吼，这是透过因亲手去做的。参与伫这中间，互因去感觉讲，原来因嘛会当有新的学习，这是一个咱可能拢看袂到，总是牧师伫后壁拢在做这的吼。也愿上帝祝福伫咱，互咱的青年，青年毋是花瓶，咱是一个真有行动力的基督徒，通透过安尼展现伫这个世代，因会当成做领导者，这是咱的教会在努力的吼。多谢大家哈，好来，咱继续来看。咱这礼拜的导读的主题叫做感恩吼。咱做伙用华语来读这个引言来。感恩是在任何环境中都对神有信心而心怀感谢的态度，这也是心得以满足的秘诀。阿们。是的，感恩凡事感恩。这是凡事，拢会当去经历咱所信的这个上帝，互咱会当伫满足内面去经历伊的同在。来，好，咱搁过来这礼拜拜四到礼拜日，咱就有咱的儿童的书记的双语营吼，所以咱也是姊妹会当来关心，嘛会当到现场来看因整个的这个情形。今仔日。礼拜煞，第二堂礼拜煞，因要召开最后一届的筹备会，吼，伫昨昏因就动员真侪人来做这真侪这物件的准备，吼，然后就8月开始就差不多会开始来布置，吼，
所以望咱会当工会当来看来关心互咱每一个要讲咱厝的年龄的活动拢会当得到上帝极大的祝福咱来关心甲支持对因来讲，对当工来讲，拢是一个真好的打气好。好，那8月初4，咱有联合的礼拜对于荷兰来的大卫牧师，伊要见证分享迄天咱嘛是庆祝母亲节所以要邀请Best会当来参加迄天的礼拜的调整是安尼，咱对9点的礼拜9点礼拜到10点半了后，咱休困一点点咱就继续要做这个街头报道的一个训练半点钟了后咱就会当分几个一组去试看卖咧因为迄个时阵菜市阁真侪人对无你若食过12点，咱这菜市差无啥人即摆天气热，搁较热对，搁较人拢会搁较早出来，所以甲时间安排安尼毋望咱大家做伙来参与咱教会讲是传福音的教会，咱就来试看卖，用无共款，因有真好的经验要分享互咱大家就来试看卖所以伫后礼拜煞了后，咱的中集第三角咱伫遮集合要来先来做这个会情的一个说明互咱来了解好，咱8月11是咱的圣礼典所以望咱兄弟姊妹别办心来参与好，若有参加要洗礼的、要转职的，要伫8月初9拜五暗8点爱来上这个主要真理甲人物演讲教会的课程。咱若无经历这个课程，就袂当洗礼这是基本上咱的一个原则，基本的一个原则。总是有一两个时间上真正袂好势咱就会想办法甲伊补这是咱教会有咱的原则总是后一个体会人的不便的时阵，咱嘛会当来努力一下好来培育奖励金的申请请咱遮的青少年儿童来注意这个时间来准备你的资料会当来达到这个申请好，来咱有一个真拄昨昏来下晡发生的，就是咱的兄弟叶龙公伊蒙主温调伊长期伫安养中心长期对牧师来进前的几档开始，所以差不多25档以上对，长期总是伊是真喜乐的人每一摆有机会去甲伊探望伊拢看到拢有这个动作总是最后这几摆伊手都举袂起来嘛无啥会认真人所以这是伊的标准的动作伊无法度讲，伊总是会用伊的动作来表达伊的信仰所以咱求上帝甲纯真这同在，甲伊的家同在为着为族甲护士咱为着因来代祷。好咱国民长老开刀了后即马伫搁伫病院伫休困即个叶志贤就是小雨的爸爸搁咱的苏丽卿执事伊退院转来伫厝继续伫疗养甲仁邦的爸爸咱为着即几位咱知影的，咱继续来为着因来祈祷。好，咱继续咱第一段的会晓上网看咱的资料的，举手一个来。搁足侪袂晓对无？你若智慧型手机的还是电脑，拢会当上网看咱的资料比如讲拄青少年迄个影片因拢会放伫网站顶悬礼拜日咱的直播嘛会留伫顶面咱想要去看的时阵，也是讲咱的诗歌拢有切一块一块一条一条，咱若要听，拢会当入去搜寻一下，就拢会当听到这拢是咱教会资源嘛真欢迎，咱会当分享互其他的人
来做一个教会广告，这嘛是真好，因为信用嘛吼，这是上介好的祝福。好，来这时阵请咱起立，咱做来吟一条诗歌，比出来祝福。来面祝福你，平安福气满满心，万事心来充满你，光芒大热烈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面光照你，一路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事大福气，上帝祝福你，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面光照你，一路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事大福气。一路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事大福气。咱做徛伫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上帝的恩典充满伫你甲你的家，也愿基督的救恩伫你的家会当日日逐日领受，也愿圣神引带感动恁，互恁明白知影，恁着全然信靠这位信实不变的上帝，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平安，请坐，咱今日敬拜就是到这，愿上帝继续引带咱的脚步。